台南市议会第3届第8次的临时会，确定伫3月10号到19号，伫明治艺术厅来召开。会中除了审查市府所提各项电付款，另外还有109年度台南市总预算第2牛皮筋的动资数额，其中因为1笔3000多万的求偿金额，伫无经过议会同意，就先来赔偿。因为议会甲市府的认知无同，去由定数委员会来退回。那你没有经过这个手续，就直接用业币金拨款下去支付这个金额，这有点和法律上程序有不符合，而且是非常离谱的一个事件。赔偿完了以后，又没有立即加以对相关人员惩处了以后，做一个赔偿的动作和追偿的动作，这个非常的要不得。你市政府要动资，这个赔偿议会同意你才能去赔人啊，不是你开到没有议会确认啊。你程序唔对，你个较侪钱、较少钱嘛，不是问题，是程序无碍问题啊。它是符合是属于新增的案件的部分，好，这个部分也是符合那个动资2倍金的一个条件，它有3个条件，这是符合第3个条件这样子。哪一个条件你说的？对，所以它并没有超过5000万，所以当初才会动资。如果它超过5000万，我们就第一个一定要先从议会来同意以后才动资。第二预备金动资的话，是为了减少利息上的付出。想请问一下处长，这样子差多少钱？可不可以估计一下利息这样多少钱？利息谁支出？另外，有关选区的划分，到底是大选区较好，还是恢复小的选区？议会定数议案蔡玉辉嘛建议，要求民政局针对几项的面向，要提出专案报告。第一个面向就是讲选区划分扩大以后，选民的感受，这面向，第一个面向哈。第二个，这公民参与政治活动这个面向，刚才讲选区划分以后，有没有利于一般百姓、一般对政治有热衷的人？有兴趣参与不？还是因为选区扩大、服务范围扩大、经费需求大，要参选就比较不利。第3个面向，大概我们认为要呈现检讨，不是讲咱行政单位退出来，为了达到政治上的目的，选区水平划分，导致行政区划分法无过，作者里长、邻长拢怨言四起，讲省2亿外要回馈。民政业务既然拢无，定数委员会最后嘛决议，除了3月10号、19的大会议程，甲11、12下午的联席审查，必须要半数以上的议员出席。另外增加16、17两天的上午，分别针对选区的划分甲平实营区土地使用来召开专案报告。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。